各位，點解我哋翻遍歷史書都揾唔到夏商周時期關於廣東歷史嘅記載呢？我哋都知3、4千年前嘅夏朝係中國歷史上最早嘅正統王朝，歷史書竟然一個字都冇提到廣東或者嶺南噃，唔通我哋呢度乜事都冇發生過咩？今日我同各位講，未必嘅。夏商周係秦朝之前嘅先秦時代，雖然年代久遠，但係並唔代表廣東冇料到。其實廣東並唔係等到秦始皇嚟咗先至開化，而係在此之前已經同北方並行向前分頭發展㗎啦。今期廣東簡史第2集，我哋一齊了解夏商周時期神秘嘅廣東。首先係夏朝，大概4100到3600年前，呢個時候如果廣東有嘢睇嘅話，會發生喺邊度呢？答案係韶關嘅石峽。石峽遺址有4個疊層，佢嘅第3期出土咗幾何文嘅圖同埋原始詞，呢啲曲折文、漩渦文、陵文嘅圖同埋詞咧，形成咗呢個時期百越文化圈最有代表性嘅文化元素。而更加神奇嘅係，同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亦都有類似嘅文物出土，表明咗夏朝時期嘅廣東同長江三角洲嘅下游地帶存在咗文化上嘅交通互流。時間去到咗夏朝尾聲、商朝前期，廣東出現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叫做牙璋。牙璋係咩呢？係中原王朝代表權力身份嘅禮器。呢啲牙璋最早出現喺山東龍山文化，之後喺河南洛陽嘅二里頭文化大量出現，而且喺四川三星堆、廣西、香港、越南嘅北部都有發現嘅。咁廣東邊度有得睇呢？係東莞川頭遺址啊！東莞出土嘅牙璋同二里頭相比，尺寸偏細，厚度偏薄，多數都係半成品，表明佢哋唔係中原輸入品，而係本地加工嘅。考古學界認為牙璋嘅出現係嶺南大變局之前嘅醖釀階段，所以東莞呢個地方喺3000幾年前已經出現咗代表權力嘅禮制啦。時間再進入商朝，廣東嘅本土文化又進一步壯大。東莞川頭、平遠水口、廣州南沙鹿頸、東莞蠔乾、佛山三水銀洲多點開花，但係最有代表性嘅都係東莞川頭遺址。川頭文化嘅範圍非常之大，從粵北去到西江兩岸，南到珠江口，向西去到南寧以東，西北入到湖南嘅南部。可以話3000幾年前，東莞川頭文化係嶺南文化嘅輻射中心。同期稍遲嘅時間，粵東出現咗浮濱文化，主要喺大埔饒平一帶。浮濱人製作嘅原始瓷技術非常之高超，已經研發咗黃色同埋醬色嘅釉。佢哋嘅社會複雜程度相當之高嘅，同中原商朝晚期嘅殷墟差唔多嘅啫。粵東大地嘅先民真係犀利啊！3000年前就已經知道點樣燒出靚嘅瓷啦。到咗3000年前嘅商周交替時期，惠州博羅、廣州增城開始登場。博羅嘅環嶺山墓葬群出土咗編鐘呢啲青銅重器。編鐘係咩呢？係周朝禮樂制度嘅核心。考古發現表明，西周最核心嘅禮制直接影響到嶺南嘅地區。同時增城嘅浮庫嶺、密衣山都有重要嘅發現。所以考古學家推斷當時珠三角高等級嘅聚落中心非常之有可能就喺增城同埋博羅一帶。另外，1974年茂名信宜出土咗一件西周獸面紋青銅魚，通體葵紋、雷紋、黑鏤精細，係廣東第一次發現西周嘅青銅魚。呢一件嘢好可能係周人贈送俾越族貴族嘅禮物，又或者係周人南遷帶過嚟嘅。最後時間進展到2800年前嘅春秋戰國時期，呢個時候長江下游嘅越國慢慢開始變得強大，但係後來俾楚國打敗咗，越國人向南逃難，湧入粵東、珠三角、雷州半島同埋桂南。呢一批越國人帶嚟咗唔同嘅技術同埋文化，直接加速咗廣東文明嘅進程。從夏朝嘅韶關石峽到商朝嘅東莞川頭、粵東浮濱，再到西周嘅博羅環嶺山、廣州增城、茂名信宜，最後春秋戰國越人南遷，廣東從來都唔係文明嘅遲來者，而係同中原一路同行、相互影響嘅文化。呢啲故事歷史課本未必寫低過，但係唔代表佢哋未曾發生過。廣東人值得多啲關注自己嘅歷史，佢哋比我哋想象中更加精彩同埋豐富嘅。下一集我哋講秦朝時期嘅廣